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为了这趟旅程，我特别起了个大早，来到苗栗竹南，我要欣赏当地的美景，还有品尝我最爱的美食。走遍了全台湾那么多的乡镇，每个地方都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它专属于它的好味道。一早来到竹南，肚子饿扁了的我，当然要好好品尝一下在地的特色早餐喽。小刚你好。哇，我刚才走过来看到你这一间行动餐车，好特别哦，而且很简约，有一点北欧的风格。係啊，我哋呢一天賣早餐，跟有咖喱、老飯團。我都好有隨身帶電飯煲比耶。哦，按都好。我哋嘅飲料啊，全部都係裸賣嘅，就係冇使用外帶紙杯嘅。所以有帶都好都得來種嘅咖喱啦。真的哦，那我想要天氣好熱，我想要來一杯冰拿鐵。冇問題。那早餐還有什麼可以點？那就還有飯團啦、烤吐司，都是吃飯團，有飯團都喜歡一種都用合種嘅食材來做嘅。好啊，那我就一杯冰拿鐵跟一個飯團。幸好平常我就習慣隨身帶蛋飯煲比，讓我可以跟老闆一起響應飯煲。沒想到在這樣一台小小的攤車裡，用平價的價格就可以喝到老闆手壓的高級咖啡耶！看老闆一壓一放，香噴噴的咖啡就完成了。只是一陣陣香味撲鼻，讓我等不及想要吃早餐嘍。哇！有米濃嘅米漿，有出凍嘅米做嘅，而家還有豬肉哦。這個按澎湃哦，按太了。好啊，那都好，等下飯煲比，等下來淋下嘅咖喱，吃你的飯餐。好，謝謝。按太了不？呀，飯煲真緊做到徹底嘅，連那個紙都可以用架嘅飯煲吃得到咧。呢度嘅料真係當澎湃嘅，你看下有玻璃脆，還有起嘅豬肉，而且真嘅有糯米漿，在裡面有那種日式的口味。好在有帶人去家嘅飯煲比，用出來發呢，也可以盡一份愛地球的責任。使用天然的食材，還有我自備的飯煲比，讓餐點吃起來特別讓人安心。隨身帶蛋飯煲比，大家一起愛地球吧！